一寡有心想要成立团体来推动公共事务的青少年哦，因为受到人民团体法有规定讲，爱有30个满18岁的成年人发起的限制，所以今仔日就呼吁讲，人民团体法针对年纪的限制，应该就要放零。教育有影上课加一寡活泼的知识。这个团体台湾小型教育由全台16到20岁的青年组成，提供弱势教育服务。但是因为人民团体法规定，成立民团至少要有30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发起。因虽然有心要推动公共议题、参与公共事务，却因为这条规定无法度成立协会，受到限制。我们在向企业或者是个别支持者拉赞助的时候，时常就会遇到法人的问题。那因为我们不是社团法人，所以我们就少了非常多合作的机会。因此，即便企业有意愿合作，我们也没有一个管理组织的专户能够管理我们的金流。11月20国际儿童人权日这天，有青年团体参关心青年人权的 NGO， 由时代力量陪同召开记者会，呼吁修改人民团体法的年会规定。我们在儿童权利公约国内法化10周年的时刻，7、8年前的时间，国际审查委员就已经有提说，他们有关心台湾现在的儿童结社权是儿童只能加入既定的一些团体，那没有办法自己成立自己的团体，就是儿童的意见必须被迫要跟着成人的方向跟成人的想法去走。民间团体指出，二小无结社权造成只通参加大人成立的组织来发声，无法度家己发声。时代力量也激励政党法开放16岁的国民会当加入政党。人民团体法所限制共因的青年结社权，真无合理。这个民团等咧参各大党团沟通，希望修法放零人民团体法的年会规定，上无甲政党法同款，爱放零到16岁。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